營咧就學咗好多中國嘅歷史，咁我哋都經歷咗好多挑戰同埋唔同嘅關卡，咁我哋都學咗防止國安歷史，咁我哋都可以為到中國驕傲開心，同埋令我哋好有趣，同埋呢次嘅日營令我更將通過今天的這個活動，讓我了解到了國家安全，它不只是國家的事，它更是我們每個公民都需要，都是我們每個公民的事情。我們需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識，不信謠、不傳謠，遵守法律。發現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一定要及時告訴老師或者家長。今天之後，我會自身做一個維護國家安全的小公民。謝謝。哇，那你很厲害啊！謝謝。你的講釋很清楚。謝謝。啊，是你剛才寫的，還是你？就是寫的也有臨時想，因為也有臨時想的。我哋一齊寫一齊畫咗呢啲獎賞啦，同埋呢啲好。最深刻印象係乜嘢？話俾我聽，或者獲得最多係乜嘢啊？最深刻印象咧，我覺得係我哋就有得同學一齊溝通。就我們原本我們三個就是我和他們是不認識的，但是通過這一次的活動，讓我認識到了新朋友，也會感到特別的開心。都好好喎，好有緣分啊，係咪啊？好。我哋今日玩咗好多嘢啦，例如拼飛機啦，學習關於歷史嘅嘢啦，玩嗰啲活動，同埋我哋會有一個地方係學習嗰啲之前嗰啲呢個地區嘅人佢哋捕魚之後會做啲咩，又喺個魚上面畫畫，我就寫咗個畫語，我哋大概總括一下，我哋都係學咗好多關於國家安全嘅歷史，明白咗個跟住係講我哋咧做咗啲乜嘢，同埋有咩感想。係。就係講我哋今日學識咗嘅嘢啦。學識咗乜嘢啊？有5樣，首先就係關於國家安全，今朝老師都有講到嘅。之後係歷史啦，因為我哋有學到關於日軍過嚟嘅事件。之後古人嘅智慧就係有一嚿應該係石頭同埋一粒木柱綁住兩條繩，我哋順住一個方向去搓咧，佢就可以將兩條幼嘅繩變成一條粗嘅繩。然後人哋應該係攞呢個嚟整漁網嘅。然後呢個咧考古同呢個係一樣嘅，即係從一個地方嚟學啦。最後就係飛機，我哋學咗關於中國嘅飛機係唔同年代嗰啲飛機。OK。就認識到國家嘅安全嘅重要性啦，明白到我哋而家嘅幸福係來之不易嘅，同埋可以同學校嘅人交流啦。參加咗呢個日營之後，我學咗做唔同嘅手工啦，同埋玩咗好多唔同嘅遊戲，有聽講座，可以認識到點解要維護國家嘅安全。我覺得維護國家點解咁安全咧？係因為唔維護我哋國家嘅話，就會有唔同嘅國家嚟侵略我哋國家啦。如果維護國家嘅話，可以令我哋嘅生活可以開心啲啦。最深印象係乜嘢啊？最深印象就係喺玩嗰個穿越抗戰大救營。你覺得呢個最好玩嘅？因為可以令到我哋知道嗰啲唔同嘅之前日軍侵佔我哋嘅嗰啲知識。嗰個俾你最大嘅得着係乜嘢啊？得着可以令我認識到幾百年前甚至係幾千年前之前嗰啲歷史。維護國家嘅一個日營啦，就係有好多分環節咁樣嘅。跟住呢個就係除咗歷史事件嘅時間，跟住呢個就係穿越抗戰營救文化人士躲避日本嘅鬼師傅。跟住呢個就係午飯嗰陣食飯。跟住咧就到呢個咧就係我哋組完啦，今日咧好開心成個營。即係覺得好開心嘅。
咁啊，呢度係代表乜嘢啊？呢個咧就係我哋成個旅程咧學到咗維護國家安全嘅重要性。都學到嘅，掌握到嘅係咪啊？咁同時咧，呢個咧就係最深印象係整飛機，係咪啊？點解係咪整個飛機啊？仲有啲咩印象深刻嘅？我自己發覺都係我哋小學生可以點樣發揮維護國家安全嘅角色？係可以學習咩啊？學習讀書，跟住咧就可以維護國家安全。即係學好讀好書就可以維護國家安全嘅。係。咁呢度咧，呢度係你哋嘅咩啊？我哋嘅承諾。你哋嘅承諾係可以幫助國家強大，係咪啊？呢個咧就我哋唔同嘅祝福係咪啊？呢個咧呢個祝福係國家越嚟越進步嘅。呢個咧呢個係維護國家安全對香港社會咁重要，就會有和平繁榮安全。哦，OK，好，咁呢度咧就你哋嘅組員啊，係咪啊？OK，咁我想問下你哋即係最深或者最覺得最好玩嘅係乜嘢？最開心最好玩。要謝咗呢個9宮格嘅時候，每個組員咧將自己嘅心機擺上去。係，即係你覺得呢個9宮格係都好有用嘅嚇。OK，唔該晒。最深刻嘅活動就係穿越抗戰嘅大型鬥，因為佢除咗可以玩以外咧，有一啲緊張嘅情節俾你選擇啦、搶答啦，我覺得好好玩。好，咁好嘅。我對時間線嘅呢一個活動係最深刻嘅，因為其實時間線呢個活動，我哋係唔係出生喺嗰個嘅時代，但係我哋都可以透過時間線去概括咗我哋國家嘅發展啦、國家經歷嘅所有事情，所以講佢有意義。國家安全，你我有責。